芦笋啊，芦笋啊，南边是曾文溪啊，曾文溪体育馆北边不远处。这是芦笋啊，芦笋啊。哦，小时候都要去挖芦笋，天还没有亮就要去挖芦笋。芦笋降火气，哦，西港庆安宫绕境活动。第3天到曾文溪，体育馆东北边。七层宝塔，屋顶的七层宝塔，屋顶七层宝塔，神将哈，神将车，神将车，哦，这载马匹的呢。